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4年4月7日，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5篇，以赛亚书26章第1节到15节，马可福音12章18节到2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割腕。有割腕无？一个人毋相信割腕。但是割腕却是基督信仰上重要的信息。保罗捌对哥林多教会基督徒安尼讲着：若是基督无割腕，安尼阮所宣扬的是空空，恁的信嘛是空空。安尼阮就是伫为着上帝做假的见证，因为阮见证上帝已经对互基督割腕。世人若无割腕，上帝就无互基督割腕；若世人无割腕，基督就无割腕。基督若无割腕，咱的信就无路用，恁就还伫罪恶的中间。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到17节的经文，也好咱亲像耶稣基督。这个尼哥底母咧谈论顶头生同款，所强调的割腕，毋是伫这个肉体顶悬的割腕，乃是伫灵性顶悬的割腕。上帝救恩借着耶稣基督的割腕来得胜。以赛亚先知也是安尼咧讲，这个胜利的歌声。以赛亚书26章第1节到15节，胜利的歌。迄日伫犹大地的人会唱这首歌，原有一个坚固的城，上帝用胜利做城墙甲堡垒，就拍开城门，互忠心正义的人民入来。心坚定的，你赐因平安欢迎，因为因信靠你，就永远信靠上主。因为上主咱的上帝是永远的照伴，伊是坐伫权位的人所拖落来，拆废起伫悬的所在的城，甲伊删出涂骹，互伊变成做土粉，互人吞踏。散车的人甲伊踏吞，困苦人甲伊踏，正直的人路平坦，公义的主，你互正直的人的路铺平修直。上主啊，伫你的审判的路，阮得听候你，阮的心较无你受尊重的名。伫暝时，我的心神羡慕你。我的心魂迫切追求你，因为你伫地上施行审判的时，世间的子民学习正义。邪恶的人就是得到人主嘛，学习袂得到公义。伫正直的人的地，因幽怨做歹，因看袂着上主的威严。上主啊，你的手举悬要刑罚因，毋过因无看见，求你互因看见你对你的子民的热爱，家己感觉见笑。愿你用火吞灭你的对敌。上主啊，愿你使阮平安欢迎，因为阮的所做，你拢有甲阮成就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捌有别个主管吓我，毋过阮只有尊重你的名。死去的人袂当阁活起来，因的阴间嘛袂当阁起来，所以你处罚因，毁灭因，互因对人会记伫中间来消失。上主啊，你互阮的国民增加。互国民加添起来，显示你的荣耀。你互阮的国土扩展到天边海角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基督徒要用欢喜来进入伫上帝的殿，
伫迄个所在永远会当得到来信靠主。也因为安尼，亲像前2天咱用但以理甲伊的朋友3个朋友做例，因所遭遇的是对敌的陷阱的攻击，因所面对的是焰火甲西亚坑死刑一般的陷害。但是上帝拢差遣使者甲因同在，保守因免得伫死亡的危险内底。因得胜是对伫邪恶的手中来得胜，是对伫死亡的威胁下面来得胜。因得到顶头生的活命。人未接受，毋相信国话，是因为因亲像尼哥底母共款，无明白国话的真正的意义。所以，亲像马可福音12章18节到27节的记载，咱就看见有人耶稣基督所提出的疑问。有一寡主张无国话的撒都该派的人来耶稣遐，问伊讲：老师啊，摩西所写的法律甲阮讲，若有人伊的兄哥死去，放某无放囝，伊做小弟的，就带兄嫂来代替兄哥传宗接代。以前捌有7个兄弟，上大的娶某，无留后代就死去；第2个也娶伊的兄嫂，无留后代就死去；第3个嘛相款，这7个兄弟拢无留后代，最后这个妇人人嘛死去。国活的时，因拢国活。安尼，这个妇人人是倒一个人的某？因为这7个拢捌娶伊做某。耶稣甲因讲：恁毋对，因为恁毋捌圣经，嘛毋捌上帝的权能。因对世人中国活的事，甲天顶的天使相款，无嫁无娶。关系世人国活，恁兼毋捌互着这个读着摩西的册，得到一次。迄段上帝对摩西讲：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伊毋是死人的上帝，是活人的上帝。上帝是活人的上帝，伊伫世世代代中间，上帝呢保守所有属于伊的人。上帝保守赐福予亚伯拉罕，嘛看顾雅各的后代以色列人，佮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也保守但以理甲伊3个朋友，也互列撒罗来国活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叫一切相信伊的人，无得到伫灭亡，反得到永生。诗篇135篇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着称赞上主的名，恁才会伫上主的殿底侍奉，伫咱的上帝圣殿的埕伫侍奉的仆人啊，恁拢着称赞伊。着称赞上主，因为上主至善；着唱歌学乐伊的名，因为伊仁慈；因为上主竞选雅各归属伊家己，经以色列做伊的产业。我知上主伟大，咱的主超越拢总的神明。上主伫天顶，伫地下，伫海中，甲所有的深渊，拢照家己的意思咧做代志。伊对云雾的中间，对天边海角称出来，互四那大雨出现，互风对伊的仓库吹出来。
伊将头前生埃及人甲前生拢拍死。埃及伫伊伫恁的中间所行新业奇事，对付法老甲伊的人神。伊拍败真济的邦国，拍败强猛的国王，就是阿摩利的王西宏甲巴珊王噩，佮征服迦南所有的王国。伊将因的土地互伊家己的子民，互以色列人做产业。上主你的名留到永远。上主万世代人拢会纪念你，因为上主要为着伊的人民伸冤，伊要怜悯伊的仆人。外邦的偶像是人的手用银用金所铸造的，因有嘴袂讲话，有目睭嘛袂看见，有耳口袂听见，有喙嘛无开。做因的，赶靠因的，拢甲因同款。以色列家着称赞上主，亚伦祭司的家着称赞上主，利未的家着称赞上主。敬畏上主的人着称赞上主。上主徛起伫耶路撒冷，愿伊对锡安受称赞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感谢主赏赐阮各活的救恩，并且叫阮会当甲主同死，也会当甲主同各活，得到安尼救恩。感谢上帝，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